嘅心情嚟到青衣城，同大家一同見證仁濟醫院九龍崇德社幼稚園幼兒中心35週年校慶藝術作品展嘅開幕。學校已經走過咗35個充滿愛同埋汗水嘅年頭。今年我哋主題係仁濟培育小動物，濟世為懷，食古今。呢個唔僅僅係一句口號，更加係學校35年嚟不斷追求嘅辦學信念。